说了过，大结果。哦，这是中华猎羚呢，你们两个上来看嘛。中华猎羚跟其他我们家驯呢足迹是不一样的。家驯足迹是反正多多少少有点圆啊，它是有点尖有点细，所以这个是中华猎羚。人家常说那个四不像那个，也就是中华猎羚了。这个是今天早上的新选的足迹。你们记一下嘛。10.30秒，30秒，1东99度，0分，22.63秒，海拔4129米，4129米，4129。成就现在成就完了。记完了没有？可以了。每次记录的时候要认真一点啊！记录了多次以后，通过那个对比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区域活动的动物的情况了啊。哦，你看，这里就有那个中华猎羚的粪便了，你看，这个就是中华猎羚的粪便，这个也记录一下吧。你看这里还有两种粪便嘛，你看一个是高山社的，你看这个也是有点陈旧，还有那个白马鸡的粪便也有。这点粪便多日是经常睡在这里面热大晚上？不是的，这里是他经常靠太阳以后，就他站在这里，然后窝的粪便。他的睡觉地方就我们一看就他的卧迹，可以看到他的卧迹，比较平缓的地方。他喜欢睡的那个位置，太阳晒着这个石头们反光以后，他就喜欢站在这点取暖。白马雪山刚刚成立的时候，面积只有19万多公顷，现在已经扩大到281683公顷。现在整个区域那个分布呢，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4种，然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里面兽类有7种，鸟类有的8种。那站长，我们去中国片区面积里面有多少种？就兽类来说，兽类是整个保护区有的7种国家一级保护兽类嘛，但是其中我们这个范围可能分布有5种来呢，就像金枪豹、雪豹、滇金丝猴、灵蛇、高山蛇，这些都在我们这个范围里面有分布。然后是鸟类是8种里面可能是四川直鹑、斑尾真鸡、金雕，这些都在我们这个区域有分布呢。我们今天这么一圈子走下来，可能就发现很多动物的信息。你看这么一圈走下来。
我是1994年参加工作的，现在是已经有26年，26年里面呢，这种巡山的事情已经是多少次我们自己已经数不清楚了，嘎。现在接近4年来你就可以退休了。现在我们的这些重担就是你们来要担负起来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么个人。感觉你们是白马雪山各个地方应该都走完一遍了吧？是喽，白马雪山的这些山山水水，基本上没有走过的地方是很必有了解。因为特别是我们在基层呢，巡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工作嘛，个人。有些地方也有这个几百遍了啊。是喽，如果是巡山，可能次数是我们自己都数不清楚了已经。特别是我们一直在基层呢，现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刚进来就到去农工，然后天天开展这些巡山工作，你们的功底也好个人。现在这种你们继承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话，已经是很容易了。这你们就要喜欢这一份工作的人，热爱这一份工作的话以后你们的路也是可能是越走越远，越走越顺利的人。现在巡山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轻松多了。以前我们巡山是所有的记录什么都是我们自己要做，人也少干。特别是你们来之前开展这个生物多样性检测的时候，是一天要记4份笔记嘛。然后我带去后年大哥，然后我们2个去山上，2个人要记4份笔记了嘛，阿东。对。你洗啥都一样嘛，这个的，俺热心，俺那嘛的，毕竟俺这个嘛这也不是你洗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走吧，还有10多公里啊，我们要走10多公里的，我们就先走了啊。慢一点啊。森林火灾是森林的最大的一个敌人了，么个人。一旦发生火灾以后，是对整个森林和野生动物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加强防火工作。这是我们的第7台红外线机了啊。然后路上不是把它取下来吧？我们要换一下电池跟那个内存卡，你们2个帮忙记录一下。好。我们刚刚那个布控红外线机的时候，我们害怕拍不到那个野生动物嘛，没有经验。然后我们第一次用那个红外线机拍到黑熊的时候，我们把那个红外线机拴在一个比较秘密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买了一些腐肉，拴在那个树桩上，然后红外线机布控在那里。但是我们就拍到了第一次，就是黑熊吃那个我们布控的那个红外线机里面黑熊吃那个骨头的那个视频嘛。那我们现在还要这样吗？现在我们不用这样了，已经经验非常的丰富了。我们现在要布控在什么位置，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现在主要摆在兽径，也就是动物经常经过的那个道上，或者是我们巡山的一些比较必经之路上，都能拍到野生动物。看一下我们拍了一些什么东西。看一下，了这个黑熊，但黑熊的屁股它是朝这里下去的，只拍着后面啊，还超拍到它的屁股，还有你看这里这个是血质嘛，拍到了血质，还有这个还不太清楚，在电脑里面一看就知道了，好像是一个林麝或者是高山麝吧。我这个是毛冠鹭，还拍到毛冠鹭，你看还拍到黑熊，拍这个动物还挺多那个。挺多的，有的店还是拍中了很多。
老师不要压下来看，这压没呢？这是压没呢？你要紧，压轻的是。歪过去一点，朝那边。屁股底下，我压。哎，这种油好像是高点一点了，油随便压一些点。朝左边一点，哦，背后加垫一点，背后垫一点。哦，好，哦，差不多，哦，够了，好的，那我们走吧，继续走吧。哦，我们在这里吃饭吧，吃午饭了啊。两个一个胳膊嘎。够。你要吃什么？你什么味？我是肉味，肉的干个的。也裤子。生态文明建设这个进入5位一体以后，国家在这方面呢重视力度是越来越大了。然后就我们的工作是得到了社会上老百姓的认可，然后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认可个人。所以就我们的工作以后可能是越来越好，我们所做的工作。再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保护区属于战区嘛个人，藏族地方是以前就有，古老的时候就有这个信仰的这个里面就有神山神水保护那种有个理念嘛个人，所以我们现在保护呢，教祖说也好，是我们藏传反正藏族的宗教信仰也好，跟我们的工作是有息息相关的个人，所以现在以后我们的保护可能是会做得越来越好，然后社区的老百姓也会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森林也好，野生动物也好，都逐年会保护得更好了嘛个人，我们的生态是可能就越来越好了也。这边有个熊窝，你们来看下熊窝。你看这个树皮就是黑熊来抓下来的了，然后黑熊把这些树皮抓下来垫在下面，然后冬天冬眠的时候就睡在这上面了。
手腕的地方，春来冰雪融化，鲜花开满山，夏日百鸟欢唱，那是生命的乐园。林中的小路上一串足迹，那是我寻山的日记。林中的小路上一串足迹。加多喽，加多喽，加多喽，加几里路啊？加几里路？加几里路啊？好了，你看，去啊！好。这都叫啥子？起枪是的。你对这个快乐没当嘎嘎劲。呀呀，这都叫了没？哎哥，个简单点的。侬这不啷这也不严重。哎呀，别说了。有看不得了，绕去卷几天的。看不得了，这你那么常要说的。现在了不就人人了不，你查查这也弄。哎呀，我这你家伙你查查这一了一些的了，然后呢你查查这一，人家那本来的，他真的是了，我个人的是面咋咱们不就了，今天的面咋关门了的，这谁们的了些的，人家弄这些的了我，人不怕，面咋关门别人了怕，关球的是怕几次。哎呀，因为我李看同说呢，家伙怕死个嘛，天天人家，他说的不说说的多，人家我说。会过几夜的。哦，我知道。那时候本来个离看的就说呢，养着起或者是那能产的就我说呢，不等人家就收去了，人家给我知道。路这推的路嘛喏。哎，我知道。哎，我们这边。别说俺们，别说我们家不能。这小王，今天是什么情况哦？他家女朋友来看他了。哦，现在工作结束，你先跑着了嘛？那么？那兄弟几个不好意思啊，我是去看媳妇了，你们几个不要想媳妇啊。你跑，不要转回来，别跑，不要回头看看。现在我们这两天工作有点忙，你也是没有时间多看女朋友的。然后你可以让女朋友过来这点小忙也过来这样看下你嘛。哦，好。不是？他比这个点应该喜欢吧，对不对？是的，你应该要让他过来看下你，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环境嘛，是不是？哦，阿英，今天我们去山上巡湖了，然后就上，明天山上王不一嘛。我现在刚到这个区总部，我出来接你个。嗯，好，你慢慢走几个，我过来接你个。嗯，好，好，拜拜。阿妈，够累？不累。今天我们去上面巡湖，然后上面王不一嘛，太不好意思了，刚下来嘛。你们这个路也太长了吧？累了嘛？累呢，超累。唉，我们巡湖就是了，天天反反复复的，但心是辛苦，但是还是比较开心的，做这种工作嘛。这个平台倒是可以看见我们下面呢，我们工作站了，走进我们的工作站了。哇，你们这也太舒服了吧！但是舒倒舒服了，但长期在这里嘛，它条件有那种还是挺辛苦的。哎呀，哎呀，
不有了。嗯，不有了。那边那个不是个，那个是我们的那个职工住宿楼，然后中间那是专家楼，这边那是我们的那个食堂，下面是那个一个牧民，他在那边就是伐木那种。哦。这个野菜好吃，这个香港。嗯。今天我们收集到的信息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几年来的保护成效相当明显那个人，动物的数量也很好，植被也没有受到什么破坏。第二件事情嘛，今天刘英不辞辛劳呢，这点来看我们的小马啊，然后我们大家一方带酒呢，欢迎刘英啊，谢谢体部叔叔。呀，谢谢嘞。